基县呢创山歌，创造农村社会和工业为安尼听落。苗栗省范围的83岁的邱天银老师傅，后上家下一路过好县呢，卢卡附近又做太戏，一路去谈。55岁一对公路去退休的，卢拿人每月送伊个县呢，每年去到公园看人机，自家也听人机。伊唔晓得乜个音符，也看唔识乐谱，唔过路安尼自家脑袋会有亮，大家爱唱歌的都会情意哦。伊唔单止好记县呢，还会自家做县呢。更加也工作室录表慢呢，伊做嘅意县屯胖虎。到早上8點，跳歡聚附近嘅龍眼架為定2米秒嘅快同中心持住，中意去動 Q 嘅，中意行起，下到日路線啲嘅長山歌，一跳長梯3年一跳，長到動落溫。Q 狀跳前嘅愛獻呢，愛到唔係天嘅，係要了解老師傅邱天之，隨住演唱基礎負責愛，演點乜嘅歌，佢都愛嘢出來。伊山歌也會記，小跳也會記，流行歌伊咪會記啊。伊會啊，伊記得真好唱啊。你唱乜歌，伊都會記乜嘅歌，乜嘅跳嘅。跟你記嘅線當好唱啦。你一聽就聽得到啊，佢一聽歌也聽得到樣嘅啦。加上嘢現場製作嘅本地，有啲好唱歌嘅朋友都當懊惱。老夢老，哎呀個女，哎呀個戲，當時咧就愛出好聽嘅音樂。不過邱天之實講，佢從來冇去學過音樂，乜嘅音譜樂譜佢全看唔識，現在都記啲老師讀。係那愛獻呢兩件事情，佢講經愛出曉得，手指為自家簽到嘅責任。唔是看俺唔要看，佢按到到你沒法說嘅嚇，俺唔會看，俺唔會看我就冇學，現代就冇嘅啊。係那邱天之強嘅係，唔單止冇愛兒獻，未會做。你付出個人講二胡啦，二胡就係兩種弦嘅，一種啊，嗰種弦呢有二胡高胡，係兩種嘅弦呢就用二弦胖胡。去到工作室，兒獻老胖虎對到貴婦見，55歲對公路橋退休過後，就兒獻胖虎出係佢最後嘅。連出門去掉，都啲嘅入再而好而做材料。出國馬來西亞沒有拿獎的，泰國沒有拿獎的，還那屏東啦，還我去遊覽嗬，高雄嘅乜個旗山啦，嗰度椰樹下去飲會好嘅。係那陣談起來好一塊，社會看也得表面。現在上就算了得表嘅手上啦。唱個樣表嘅咪嗬，名到去很貼盤啦，還攞去泡嘅。唱盤冇用白嘢。唱盤上啱啊，幾個唔會上啊。不過邱天之未經為農數表產生嘅重視，接上會議行動機，自5兩下都冇乜嘅為本意做嘅，只係見迷落去嘅，很係動難唔係命機。有本10點人10點邊的又要轉了10包租，所以當作行業就開始做檔案嘅印顯嘛嗬，佢都冇去轉啦，做印做檔案。盡控春節老國咗冷乾到到起來，出生至今83歲，同族很係當流量。該係乜嘅東西？搶嘢，你冇收咧，記到8啦，還冇上啊。還收到去，你記到去就還實，還有上。你做到咩唔係用得啦，用唔得，卡水本人記啊，就算佢加個咋，我做我會卡比用做得，那個兩年前胖虎我做好我卡水記。而家即係比賽嗬，係你愛台灣都愛比賽人多啦，太多嘅比冇票做啦。看幾個牧師就看得出佢做佢堅持，雖然兩下愛獻我嘅人少咧，邱天之還係去冇青島舉步朋友。
因为这种现在唔会坏，唔会机架推引到啊。一支现在爱机，还把俺来俺孙女很做的机，唔会坏的东西啊。有天真讲，而今早佢正演出作为吹自己而些也系胖虎。虽然佢嘅手工乐器唔系很优秀，不过实都有留欣慰。该系一组伫天纵下，伫苗片，伫台中树下，早就该留欣慰。